我大學咧就讀理學士啦，咁就我係主修數學，副修物理嘅咁樣。方濟會李浩朗修士大學嗰陣跟教宗良14世同樣修讀數學。為我嚟講，數學同物理係認識呢個世界一個方式，而喺呢個了解嘅過程裏邊，我其實越嚟越讚歎天主嘅存在同天主創造嘅美好啦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我中意做衫，咁畫下圖啊，做下衫啊，咁其實啲計算嘅嘢咧係好有幫助嘅，即係有個清楚嘅諗法啦，同一立體嘅想像。即係我哋成日講出嚟，教會啲人就係將自己勞動嘅農作物嗰啲奉獻，咁我咪可以奉獻，天主俾我能夠畫下嘢。整下衫，咪讓呢啲嘢成為奉獻，係好感動嘅。因為去到禮儀裏邊，你見到個神父喺祝聖聖血嘅時候，咁打開個蓋，個蓋係我整嘅。但我係就算我唔喺嗰度咧，我知道佢用緊呢樣嘢去讚美天主，我係參與其中喺嗰度讚美天主。咁嗰個參與禮儀就又多一個幅度嘅經驗。畢業之後，喺2018年加入方濟會望會，2020年加入初學，2021年始發首次聖願。我嗰陣去仁愛之家服務啦，咁經過2個月到喺嗰度服務之後，咁我差唔多離開嗰個地方，即係我想問佢哋，因為佢哋熟悉嗰個地方，咁我話可唔可以知唔知道邊度深水埗有啲平嘅背囊可以賣啊？我嗰個爛爛地，呢個蘇友做咩咧？佢話我有多個，我送俾你啊！即係我嗰下係好震撼，我唔敢要添啊！即係一個好似喺人眼中冇乜嘢富裕嘅人，見到我一個小兄弟，佢會願意將佢僅有嘅都分享。即係我諗嗰個喜歡就係我而家都成日孭嗰個背囊出街，就係我會記得我哋都係兄弟咯，我哋彼此相愛咯。唔係邊個去施捨啲乜嘢俾邊個，而係我哋係兄弟。即係我覺得喺嗰個關係裏邊就係已經唔再係高低，而係我哋係一齊。我諗我個名嘅來由，我會話係天主俾嘅。父母喺結婚之後啦，咁佢哋就有一次去朝聖啦。咁媽媽喺望住亞西西聖方濟大殿嘅其中一個位置嗰度咧，突然間好感動，佢就祈禱啊，天主，如果我有一個仔咧，希望佢叫做 Francesco， 學習呢一個聖方濟。咁樣對天主嗰種愛啦、奉獻啦，於是就順理成章呢個就成為我個名啦。咁所以佢係喺我身份證上邊一路跟住我一路咁樣。咁佢嘅感動，佢嘅祈禱來自聖神啦，唔係佢要我去成為一個會士，唔係佢要我去奉獻俾天主。佢只係話呢個仔係天主俾嘅，佢唔係要捉住呢個係佢個仔，要俾翻天主。咁呢個思想，我覺得其實就係好方濟。其實到最後要俾翻天主，天主對我嘅召叫咧，其實一路都喺度嘅。咁係聽得幾清楚，同埋聽得幾明白，或者係幾努力去回應咯。